錢包裏邊咧，千祈唔好放呢樣嘢啊，否則你嘅錢財咧就會不停流失，想留都留唔住啊！我哋今日就講下錢包裏邊有咩唔好放，一定要注意，認真睇完呢個視頻，快啲檢查下你嘅銀包。第一，銀包裏邊咧唔好放一啲尖嘅物品，例如鎖匙啦、指甲鉗啦之類嘅東西。呢啲物品係有破嘅元素喺度，寓意破財，會影響你嘅財運，甚至咧導致經濟損失嘅。第二，千祈咧唔好將別人嘅名片咧就失去自己嘅銀包啊！因為咧每個人嘅能量都唔同，名片咧就帶咗其他人嘅氣息。如果放喺銀包裏邊咧，容易影響你嘅財氣，甚至咧容易替別人聚財啊！第三，爛咗嘅銀紙一定要快啲使咗去，唔好長期擺銀包裏邊。錢代表財氣，錢破咗財運，即係等於破埋。久而久之，容易令到你財運咧就唔穩陣，甚至漏財。第四，最重要嘅一點係過期嘅護身符等咧，就一定要喺銀包裏邊拎翻出嚟。呢啲物品咧本來係為咗護佑你嘅，但係如果過咗期或者靈力減弱咧，不但止唔會庇佑你啊，反而咧可能會令你財運流失。最後提一提大家一個好容易忽略嘅細節，翻屋企之後，銀包千祈唔好咧隨手亂咁放啊，尤其唔好放喺鞋櫃上面。個鞋咧就代表踩住咁嘅意思，即係代表你踐踏你嘅財運啦。放咗落去，你嘅財運容易被壓制，導致破財，運勢下降啊！以上呢幾點你一定要做咗佢啊！快啲攞你銀包檢查下啦！